各位主辦機構嘅代表，各位上市公司嘅代表，各位來賓，大家好。首先呢，我非常之認同今次主辦機構對主辦呢個活動個諗法，即係呢，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絕對應該有一份自己權威嘅企業排名榜嘅。喺褒揚知名大型企業嘅同時呢，亦都要反映內地同埋香港嘅經濟同埋金融市場嘅狀況。香港能夠喺好長時間之內喺國際融資嘅領域維持高度嘅聲譽同埋信譽呢，呢個要歸功於每一個市場嘅參與主體持續不懈嘅努力。而上市公司呢，作為香港股票市場嘅重要組成部分呢，佢嘅財政狀況、盈利能力、企業管治同埋良好嘅合規實踐呢，係監管機構同埋香港公眾非常關注嘅領域，亦都係香港證券市場得以持續穩定健康發展嘅基石。作為市場嘅監管者呢，促進同埋維持我哋市場嗰個競爭力、效率、公平性、秩序同埋透明度呢，係我嘅首要職責同埋監管目標。而達到呢個目標係需要每一間上市公司嘅積極配合嘅。咁喺我今日開始所講我嘅主題之前呢，好希望同大家分享一啲好可喜嘅變化，就係呢，喺過去一年或者10幾個月嘅期間呢，我哋發現呢，有更多嘅上市公司主動咁發出佢哋嘅盈利預告。我哋認為呢一樣嘢呢，對於提升市場嘅透明度呢，係有非常之積極嘅作用嘅。咁我哋有啲數字咧，同大家分享嘅。咁喺過去上市公司喺2009年所發出嘅盈利預告咧，呢個包括盈喜同埋盈警，喺2009年呢就只有660次，而今年2012年呢，僅前頭嘅9個月呢，就已經達到865次。咁呢幾年嗰個年均增長係超過20%嘅，遠遠超過同期咧上市公司每年只係增加6%呢個數字。呢一樣嘢咧就說明咗我哋多年嚟希望推動上市公司建立嘅持續披露文化咧，係得到業界嘅積極嘅響應嘅。今日咧，我想講關於由2013年1月1日將會生效嘅有關股價敏感消息披露嘅法律嘅修訂。咁呢個係非常之適時嘅，因為一方面咧，我哋迎接有一個咁新嘅消息，關於上市公司做得咁好。咁但係另一方面咧，我哋亦都要面對一個法律嘅要求，希望同大家咧係分享下嘅。如大家所知咧，上市公司需要及時披露呢一個股價敏感信息咧，係為咗確保市場有秩序運作同埋廉潔穩健嘅關鍵嚟嘅，係維持公平同埋信息靈通證券市場嘅基礎。目前或者喺呢一個法例生效之前呢，上市規則有咗呢一個規定已經係多年，咁但係呢個唔係法律嘅一部分。咁政府咧較早時建議咧就將呢一個規定咧係納入香港嘅法例，而立法會亦都通過啦。做出呢一個修改之後呢，違反法則嘅上市公司嘅董事或者高級人員呢，就有可能需要承擔民事責任，包括罰款最高嘅800萬元，同埋取消出任董事資格為期5年等等。咁所以呢，呢一個實施呢將會喺1月1號開始。但係大家上市公司嘅代表就千祈唔好太緊張，因為呢一個新法例之下咧，第一就基本上同過去
咁多年嚟上市規則要求咧係大致上相同。而第二咧就關於股價敏感資料呢個定義，法律定義咧，我哋係採取喺證券及期貨條例裏邊作為內幕消息呢一個定義咧係相同一個定義，以方便大家啦係得到一個法律嘅確切性，同埋對呢一個定義咧已經有存在多年嘅認識。咁此外，本地嗰個審裁處咧亦都沿用呢一個法律定義作出多年嘅決定，呢個亦都會有幫助大家攞取呢一個法律嘅意見或者跟從呢一個法例咧嚟到去合規嘅。咁根據呢個新嘅披露規定咧，上市公司喺知悉咗一個內幕消息嘅時候咧，除非呢個內幕消息喺其中一個安全港，咁咧一定要盡快咁向公眾披露呢一個消息，否則咧就可能咧係會有一個民事嘅責任嘅。咁在座有好多上市公司嘅代表啦，可能咧就會好關心究竟高級人員或者董事嘅責任問題。咁根據呢個證券及期貨條例咧，上市公司個別嘅高級人員喺兩種情況之下咧，就可能會違反呢一個披露嘅規定，然後有民事責任嘅。第一種情況咧就係董事或者高級人員咧，佢係蓄意罔顧後果或者疏忽而造成一個違反。第二種情況咧就係上市公司喺呢一種違反嘅情況底下咧，冇一個合理措施或者係一個適當嘅機制咧，係處理呢一個內幕消息嘅披露。你哋可能就會問，上市公司如果係非執行董事，佢冇參與公司日常嘅運作，咁如果佢哋亦都有相同嘅法律責任，係咪一樣公平呢？咁樣，咁對於一個咁嘅問題呢，我哋喺證監會頒布嘅守則裏邊呢，作咗進一步嘅説明，就係如果呢班非執行嘅董事已經盡咗一切嘅努力，已經有合理嘅措施處理呢一個消息嘅發放咧，咁而呢一班非執行董事係冇參與本身違反規定、罔顧或者疏忽嘅行為嘅話咧，咁非執行董事咧係冇呢一個法律嘅責任嘅。所以對於上市公司同埋公司嘅高級人員而言咧，採取合理措施同埋實施一啲合理關鍵嘅操控程序嚟到發放消息咧，係尤為重要嘅。另一個想大家亦都要注意嘅咧，就係當今年修訂咗呢個條例之後咧，以後我哋證監會就會直接向呢個市場失當行為審裁處咧，係提起呢一個民事嘅研訊程序，係而唔需要經呢一個香港政府同埋呢一個律政司㗎啦。鑑於呢一個法定披露制度嘅實施咧，香港交易所咧亦都需要修訂呢個上市規則，嚟到希望避免與新嘅法例咧係重複或者重疊。上市規則咧就將會刪除股價敏感資料呢個定義，然後咧就將成為法定機制一部分呢一個披露責任咧係歸納喺呢個法律裏邊。因此咧，交易所將來咧係唔會就一項消息是否屬於法律嘅內幕消息咧係作出解釋或者意見嘅，而就會將個別嘅問題或者個案咧係轉交俾呢個證監會嚟到跟進同埋處理。喺新嘅制度之下咧，交易所市場監察嘅角色咧係會不變嘅，係為咗確保上市證券維持一個有秩序、信息靈通同埋公平嘅市場。佢哋仍然咧係會每天嘅早上咧係，如果發現上市公司嘅價格有異動，又或者有一啲消息咧係可能造成咗虛假市場咧，同上市公司聯絡，而要求佢哋咧可能就個別嘅資料咧係澄清嘅。咁交易所嘅上市規則修訂咧，亦都會盡快公佈，亦都喺1月1號咧就實施㗎啦。由於即將實施嘅法定披露制度會影響到上市公司嘅合規行為，我哋喺過去幾個月內咧係總共俾咗7次嘅上市公司嘅培訓，
並於咧喺12月底同交易所共同咧聯手咧，係將會另外有多5次嘅培訓或者係演講嘅。咁我哋12月1號之後開始咧，亦都有一個專題嘅熱線電話係接收呢個公眾嘅諮詢服務。我哋希望呢一啲措施咧係可以幫助業界為實施呢一個新嘅法律要求咧作好準備。希望咧喺新制度實施前同埋實施嘅過程之中咧，同上市公司同埋從業人員積極對話，了解業界嘅意見。最後咧，我衷心希望上市公司喺積極嘅配合之下咧，新嘅披露制度得以順利實施，香港嘅市場持續披露文化健康發展。相信一個高透明度、高質素嘅證券市場，將會惠及每一間上市公司、每一個市場嘅參與者，同埋大家咁多蒞臨嘅各位，多謝。Thank you， 多謝何生。請留步，請留步。我喺呢個時候咧，有請阿羅生咧，就係代表主辦單位咧，就係致送紀念品嘅，俾阿何先生嘅。多謝晒我哋證監會執行董事何賢通先生嘅發言，多謝。我哋亦都係呢個時候有請咧，就係羅石漢先生咧，為我哋頒贈紀念品嘅。Thank you， 多謝晒兩位，請就座。好啦，咁今日咧就係財經界精英聚首一堂啊，咁所以